世界万行带拢伫咱台湾新眼界。今日你看有这个花文字啊，兰花芒色，但是唔是，今仔日要来开一个新眼界。台湾也有通啊种这个芳草叶，芳草叶是啥物物件？香草荚。哇，这个具经济价值的这个作物咯，甲兰花有啥物关系？尤其甲这个台湾农改场，咱这个桃园农改场内面一个博士叶志新叶博士，伊种兰花，种甲芳草叶，种甲到底是啥物？你来看。哇，真正咱哈大开眼界啊！来到这芳草叶，叶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叶老师，你甲咱小解一下吼，这个场所芒色，你是做来是家己想要种吗？还是要做啥物作用？哦，这是香草荚嘛，哈，哦，咱你做香草冰淇淋的香草荚就是安尼种出来。是，老师，较早咱看礼拜的时阵是叫做兰花呢。哎，对，伊叫做伊的名叫做香荚兰，啊，伊的果的咱就叫做香草荚。哦，事实上伊是兰花哦。对对对。哦，所以老师本地咧研究兰花，嘿，研究兰花，啊，来转来遮。拢兰花嘛，同款啊。啊，我歹势是兰花较歹专家吗？兰花足侪人去种的啊，嘿，咱种一只较奇卡的，嘿，靠发挥的机会啊。哦，老师有这个观念哈。老师啊，你当初是当时开始来种试验这个芳草叶。桃园区农业改良场啦吼，哈，差不多2005、06的时阵，我就收集几个香草兰的植株，吼，香荚兰的植株，啊，伫遮哦种超3、4年啊，看伊发了有正常无，发了好无，嘿，啊，较感觉伊正常的发，正常的开花，嘛正常的结果。我感觉这个物啊，咱全世界用遮济，哦，用芳草嘛用遮济，哦，啊，咱台湾嘛会当来试看，嘛会当来种无啊？是安怎感觉讲会当来试看？除了兰花你本来的专精的所在，啊，佫有啥物条件会当来讲？种这个芳草叶是会当？第一，咱台湾食芳草的人足济嘛，哈，哦对无？你香草啊，咱的地理条件敢会使？一般来讲，伫咱北回归线这拢会使种啦。哦，啊，北部可能咱爱大家温湿较发了会好。啊，你南部你芒湿大伊就发较真乌嘛。哦，非洲的迄个马达加斯加，伊嘛是伫迄个北非遗传。对，伊是南纬差不多10度附近，15度，10度到15度。南纬，所以咱地理条件是适当，是会当种。所以老师叫我这个眼光已经10几年哈。对啊。15年有啊，但是咱所知哦，其实啦，台湾这个芳草叶吼，用15年的时间入到这个国际安尼，大家着惊着啊，拢是叶老师吼，嘿嘿，这一手来造成的。你背后的总教练就是叶老师，叶老师今仔日要带咱来看你的实验室，吼，啊，佫有其他关于着芳草，咱安发芽，哦，安怎做，这一切这个规模。这个过程当中的规模，拢是叶老师来甲咱建立的。台湾新眼界，咱好好来开眼界。哎呀，叶博士吼，带咱甲咱咧洗桑拿咧。嘿，迄区吼，头早迄田吼，较烧热，啊风真透。才来吼，这变得真清凉。才有这个散热片哦。水墙、水墙啦，吼，水帘墙啦。这温度就真凉呢。差不多会当差3度到5度。差3度到5度。老师，咱用这是有啥物目的？要来做对比，还是要做啥物？做降温嘛。因香荚兰虽然是热带的植物，不过伊开花的时阵，结果的迄个时阵，嘛袂使伤热，啊，互去热着吼，伊就会落果，佫会落了了。所以咱为着规年的产收啊、产量啊，咱来考虑到伊的一寡条件，比如讲寒天袂当伤寒，热天热的时阵要达温度降热，来控制伊的一个适合的
条件，互伊发了较好。所以老师，啊，你做这区是要来做对角，还是要来做试验，还是？阮家拢做试验，嘿，阮家拢做试验，做试验的吼。啊，这做试验，你是咧试验啥物？咱这农改所吼，农改场吼，爱讲互观众朋友来了解，咱农改场到底是做啥物工作？啊，做了这，有人是讲成功啦，一般的人讲啊，这是安怎？是倒有咧成功？咱农改场上重要的目标就是替农民服务嘛，农民解决农民的问题嘛。吼，比如讲，咱做品种的改良，像阮有做侪水稻啊，蔬菜啊，这番薯啊，这品种改良拢是咱改良场做出来。毋是我做的啦，我当然种兰花。做兰花，所以老师的专家去读啊，你就。做袂了啊，呢吼。啊，过来就是咱的栽培技术，像拄仔咱讲的，咱这伊的肥爱落偌济，咱有一个较好的环境来做控制，无讲你压落伊发了无好是伤热，安尼你做出来试验袂准啊。所以咱来控制咱的环境条件，互咱试验较好做。老师，我知影讲你是05年开始。来做这个试验啊，做到有当下教人吼。啊，你初开始一定是有基本的知识，啊，然后看册本，啊来种。我问讲吼，咱普通人敢有通啊，干那看册本，啊就来种成功，还是讲其实是实际咧种的较重要，都一种较重要？拢重要啦，其实拢重要。咱拢是徛伫巨人的肩膀上嘛，咱这研究的物仔拢是。前辈，累积落来。对，足侪迄个经验累积落来。咱单看册当然嘛是无够，因为你无实务的经验的时阵，你看的，咱册写用较简要、较简单嘛。咱实际上去操作的时阵，足侪美感的，伊册袂写甲遐详细。所以你无直接做过册安怎讲，你就安怎写，绝对无可能。失败率足悬的。老师，你甲咱讲一下吼。什么叫做 looping 跟 routing 啊呢？咱这香草的藤蔓你发的时阵伊逐只拢有根嘛，伊这根你看气根啊，伊这根气根，伊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大只，甲你填掉啊，树啊啥物来填掉的，填掉的时阵伊就一个会当爬起，较袂安尼垂落，爬到头顶无所在要填的时阵，伊就垂落，垂落，垂落了，咱故意要来伊的扣来。互伊挖土，挖土了后，你看这挑工要甲挖土是啥物意思？你互伊的这藤蔓，互伊挖土，挖土了后，伊的根就会去为种咧土内底。听讲伊就无对遮来食这个营养，直接家己食营养。对伊安尼有只有根，伊的养分就免为头遮尼洗起哩，搁洗落来，搁洗惯，伊就会当为遮就吸收养分。安尼对伊来讲，伊的迄个。吸收养分的效果会较好，效果较好，伊的根会愈来愈粗，愈来愈勇。啊，咱开花的时阵呢？咱若要互伊开花的藤蔓就袂当互伊根搁落土啊。咱就来挂伫迄个田地头顶，莫互水来涂骹。伊根就固就打起了后，这藤蔓就开始开花。花甲这个根。有这种平衡的关系吼。对啊，伊养分有够，伊就继续发就好啊，伊免烦恼要来传宗接代啊。是，敢若人共款的意思吼，迄真人性化哦。你看这就做明显的吼，根发软，就生毛啊，生毛，伊这毛叫做根毛。然后一个简单的问题吼，咱咧芳草艺吼，我看起来你这拢无咧喷农药呢？伊算唔免喷啥物农药，免啥食农药，免啥食农药，是安怎呢？伊这叶啊，甲伊的迄个藤蔓内底茎内底，伊有一个叫做草酸钙的结晶啊，伊迄那敢若蚵仔共款。对，伊迄结晶是尖的，那刺的迄毛虫啊食落，伊就会病毒，腹肚痛，会落屎，所以无啥会教香蕉来，加减啦，有当伊迄个乌豆糖啊，像乌豆糖，还是其他毛虫，乌豆糖。伊无物啊好食的时阵，嘛加减的来食这
香草荚的叶啊，伊较唔惊啦。嘿嘿，啊，毋过边仔有较好食的物仔，就会先去拣别项来食。哦，所以伊是上有可能做成有机的、无毒的。嘿，哦，像阮无全部无用农药、无用化学肥料啦。毋过阮有一个基本上吼，只要开花了，阮就无搁用药啊。哎，哦，所以伫开花进前，阮加减，因为开花时阵伊的花吼，就无我讲的迄个草酸钙的结晶，花头顶无。哦，迄糖上爱食迄，嘿嘿，上爱食伊的花，嘿，伊食到紧食。哦，啊，伊等迄个果发大硬了后，伊内底就开始有迄个结晶累积出来，啊，糖就无介意食。嘿，啊，糖的问题，伊阵时就要特别注意。嘿嘿，所以在伫开花时阵，阮加减喷一寡迄个杀虫剂啦，吼。啊，你也要做有机的，你通喷一寡矿物药，还是苏力菌，嘛有效果。嘿，啊，杀虫剂，杀虫剂，嘿，杀虫剂效果较紧啦。嘿嘿，是，老师，咱这区吼，上下一个问题要甲你请教，就是讲，咱这种这个芳草叶吼，你转互这个农民，但是即马来甲你要来讨讲这个技术转移的人吼，你爱呼吁这种人爱具备什么心理特质，爱做什么准备，毋是讲我准备得真侪钱资本来做。资本当然爱啦，即马农业做侪拢是迄个高投资的资本密集的事业啊嘛。所以本来较粗一点。啊，而且咱乡下人伊甲咱种蔬菜啊、种油啊无共，哦，咱菜可能一个月哦2个月就收一回啊嘛。咱乡下人咧种落吼，上无爱3年较有通收，嘿，3年较有苗收。哦，啊，咪搁专收哦，要专收要盛产，差不多4年。所以就要等4档。对。所以投资就要等4档。投资等4档，较真正有豆回收。所以当做一个商业的这模式去经营才有可能。对哦，所以你资金也无够，你的设备无到位。有的人讲会晓种吼，但是老师啊，甲咱提醒讲，会晓种之外，啊，搁会晓发芽。佫会晓来做迄个发芽，才有法度。啊，另外佫会当行销出去，这2项。咱加工会当讲简单，嘛会当讲无简单。简单就是讲你用上天然的方式拍日头，伊在香味非洲拢安尼。对，马达加斯加、印尼啊，拢安尼做。你在拍日头，互伊的香味豆转换出来，这嘛是会当做产品。当然，你也要用这传统的方法来做，你爱付一寡学费，就是可能要做几啊届失败了，豆知影伊的美感。这是上重要的所在，伫经验的累积。是哦，阮即马有伫规划一寡比较适合工厂化的加工模式，工厂化。因为你安尼你量大的时阵，你也要靠才会富裕啦。你也要靠农民的经验来调整，哦，迄也失败全部拢废去。啊，咱若工厂化的，把迄个制程拢标准化了后，哦，咱的风险制程的稳定度拢会当去提高。这是阮的目标。这叶博士吼，甲咱讲，即摆在做农术、咧种植的人，嘛爱科学，吼，嘛爱标准化，嘛有商业头脑，吼。而且佫有行销的头脑，咱然后刷一站，你要来去看老师的这实验室，实验室内面就是标准化最重要的所在，实验室。咱即摆来到第3站，这个所在就看这个实验室吼。老师，恁平常时吼，其实咱一般观众朋友都无了解讲啊，做农的农改场应该是伫农舍、农园的内面，结果拢是实验室呢。农产品要看伊好啊歹，毋是讲摕起来看，也是食者你就知影好甲歹。咱嘛是爱有一寡科学分析数字来证明讲，咱这香草荚的品质是好甲对，歹是歹甲对。尤其这个芳草叶吼，真需要来证明讲伊的身体。咱较早我看到一个图表吼，顶头写真侪方式来看芳草叶啦吼，讲伊的芳气，敢若人咧品酒同款。吼，咱在家内面会当从事什么物件来做这个科学性
还是这标准化的看法？咱这香草荚主要是爱伊的香味嘛。啊，咱香味做歹来量化，对无？你袂当讲你闻这个味哦，这好，是你感觉好，我无一定感觉好。逐个人对香味的迄个感官拢无共嘛，所以咱要按一个标准化，就是用咱的机械，咱的仪器来做一个分析嘛。咱即摆你看到的这就是 HPLC，迄个晨曦仪，意象晨曦仪，伊会当把香草醛内底上主要的香气成分来分析出来，来定量。咱就知影伊的成分是悬还是低。那香草荚内底有几项主要的香味成分嘛？第一主要就是咱讲的香草醛，英语叫做 vanillin， 化学名称叫做对羟基苯甲醛。这个味咱闻起来就是咱的香草味，甜香香的香草味。其他还有对羟基苯甲醛啊、苯甲酸啊，其他足侪种的。咱芳草内底的香味超过200几种。不过这香草醛是上悬的，伊会当伫占迄个香草荚内底干重重量，大的重量超过3%到5%。老师这3%至5%，这什么概念？甲其他的人比起来，其他的物件比起来，你等于讲你1公斤的香草荚，你会当抽30公克。30公克。你想讲咱若要抽迄个玫瑰花的精油，看起来就知影无油啊！对，迄可能几100公斤才抽1公克。是这个概念。所以伊占的比例是真悬。这咱香草精抽起来会当去做食品的香料的添加使用嘛。大部分是都用酒来抽啦，炼酒来做会变成香草精。这是较普遍看到的产品。观众朋友可能唔知影咱即马伫市面上所食的一寡芳草类的物件，其实大部分有的拢是化学的。拢化学的。高雄以上，高雄以上。我有食过迄个真的这个芳草叶甲这个化学的这个味真正就无同款。迄一个较臭。对。我唔知要安怎讲，较圆较甜安尼，要安怎形容？伊当一个芳草味尔嘛，咱讲的伊就是做单一的香草味。咱拄仔讲，咱香草荚内底有200几个成分嘛，加一项其他的物仔，咱迄食起来滋味有层次感，丰富。对，真丰富。不过歹处就是，你也食习惯迄个合成的香草精，你会感觉咱天然的。迄是假。天然的香草香味咱无遐强，无遐强对啊。但是我有食过就感觉迄真正味食起来真舒服真舒服。敢若去春天内面的。我毋是咧讲跳，敢若讲真坏但是老师，咱台湾来做这个芳草叶，甲马达加斯加来做这个芳草叶来表现，尤其咱农改场做出来，你甲咱讲有啥物差别啦？像伫马达加斯加是迄个印尼，因大部分拢用日头去拍，日头拍的，伊的香味就偷偷拍出来。日头有当猛，有当搁落雨天，伊的品质就做歹控制。所以我常常听咱迄个进口商啊，买入来食，迄个包装拍开，规包拢生菇，常常拢有种情形，伊就是制成做歹控制。咱伫改良场内底，迄种传统的方式，我嘛有一家农民当少量，你也种佚佗的，种佚佗的种20-30丛啊，种佚佗的，家己用会使。你就免准备遐济机械啊来做加工。改良场的目标就是希望讲会当做一个标准化的流程，咱加工的农产品做一个稳定的迄个品质，制定出来，咱的产品的品质会当稳定。表现起来咧？表现起来袂比国外较歹啊。我听老师讲，咱这比这个，若是再分析起来，比马达加斯加加超1倍。超过50%啦。加50%。加50%嘿。咱用咱台湾开发的技术来做迄个加工，咱甲马达加斯加的香草荚去做伙比，
啊，差不多咱会当低50%左右。哦，啊，外国人看到毋就惊着，感觉有诶感觉讲，你台湾哪有可能是毋咧做假？对啊，所以咱要有成本互人看，咱的产品会当互人看到。已经有日本的贸易商、贸易商来台湾看到咱的迄个品质，那未比马达加斯加较歹哦。已经有一寡订单啦，订单来啊，已经销等于日本啦。啊，量当然无讲介济啦，因为毕竟咱台湾开始做香草荚的时间无久嘛，咱种香荚兰的时间差不多10通年啊，10年左右尔。啊，真正有产品出来嘛是差不多最近的3-4档尔。老师，你他讲到咱做标准化吼，啊，要技术转移吼，这个农民吼来种，这个过程吼，你甲咱小解说一下，爱经过什么过程？因为听起来咱台湾是熬种，佮熬烘，吼，发酵做了真好，才有通这个成分才悬的。咱要经过什么流程？你会当讲算真简单。伊只要慢热，你来洗好清气，用烧水烧到大里杀者就好，袂当伤高温哦，差不多65度，3分钟左右来杀者，就爱摕起来，摕起来咱爱用迄个杀青的热度，互伊翕的，互伊内底酵素开始作用。这是作用哦。咱是互伊内底酵素开始作用，作用了伊的味豆豆就会转换出来。过来就是拍日头，拍烧烧，过来翕的，咱维持伊的温度。就去拍日头。对，这是传统的做法。咱即马台湾足侪农民嘛是拢安尼做，安尼嘛当做出品质袂歹的香草荚来。因为这需要一寡经验来做调整啦。你今仔日落雨天要安怎处理？你安怎放去冷气房内底，甚至爱搁开除湿机，无会生菇。无你就是拍袂当拍过头的，你也知影拍到什么时阵，你当收起来。若熟来，若规期可能熟来。可能熟来就是阮即马伫开发的方式，咱就无伫外口拍日头啊，就毋免靠气候的影响啊，毋免惊气候的影响啊，免惊讲今日落雨天要安怎，今日日头伤猛，爱拍几点钟都免伫遐说，咱就把温度、湿度控制要好，你也下入去。时间到，当然你爱逐工去顺啦，迄个跳电啊，迄个温度调起，迄个害啊嘛，你嘛是爱定定去顺，无你正常来讲，你也下入去，阮拢有迄个远端控制嘛，伊有异常的来通报，监视，伊有异常的来通报，你就紧的去处理，安尼放入去，咱控制好湿度、温度，来互伊拍好大。发酵，发酵了后，伊的味道是会当好全部的转换出来。开始会乌金安尼。这是外表，咱讲的是内底的香气成分、香味的成分，慢慢在转换出来。咱香草荚内底的一个香气成分上重要的就是叫做葡萄糖苷香草醛。葡萄糖苷。这个甘味的甘，这个一个草字头再一个甘。草字头的甘，葡萄糖苷香草醛。香草醛。伊这按有酵素去来转换，也变做香草醛。葡萄糖就分开，伊就变做香草醛。香草醛片有香味啊。当然其他伊个有做侪成分的同时，同一时间来做作用啦。毋是单即个尔，伊这需要时间，你袂当伤长嘛，袂当伤短。一般你拍日头差不多10天到14天，你用机械来处理，你为控制温湿度来处理，差不多7-8天，会当缩短缩短差不多1/3到1半的时间。老师，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呢，这个是毋是外行的问题？你听看卖吼。那我有拄着老一辈人来甲咱讲我来讲，拍米粉啦，还是拍这个面线啦，用咱日头来拍，才会香，才会好食。咱香草的，咱拍日头，敢会较香，还是讲咱的机械其实会当做甲差一模一样？
当然日头晒可能还有一寡咱唔知影的因素嘛，有紫外线，有其他的波长，可能有影响啦。不过阮做起来用机械做的，无卡输晒日头的。尤其咱看讲比这吼香草醛的这个含量，所以这就是无共款的。甲咱讲吼，用棉照被落去晒日头，甲咱用烘的棉照被偏起来吼，晒日头较芳共款意思啊，是无共款。你也要爱紫外线，你内底当点一趴紫外线啊，你嘛杀菌的效果啊。你看老师就是无共款，博士就是博士啦。老师，咱这个做这个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哦，咱要转互这个农民，而且是搁转互一般人。你感觉你把这个技术转互伊的时候，上重要的是什么物件？爱甲因说服，还是讲，毋是伊来找你的时阵，就是一直要甲你讨，一直要甲你讨。你感觉上这中间拄着上大的困难，还是上趣味的是啥物？因为我坦白讲，老师，你会晓，你哪无过去出去种？哪会搁要踮遮做这个研究的这个？我一个人种可能种几分地我就做袂来啊！我离遮我会当教做侪人呀。到目前为止，你已经教了几个学生？几若10个有哦。几若10个啊！所以你感觉咱台湾吼，那也许即马开始来发展专利，来发展这个吼，那以后叫做叶博士就是咱台湾的芳草艺之父啊！芳草艺之父，听都袂歹吼，真芳。10年前我就听人安尼讲啊。听安尼讲吼，安尼芳草艺之阿公。但是吼，你感觉这个产业吼，前景如何？啊，台湾是要安怎继续来行落去？爱注重什么物件？我感觉品质上重要。因为这个物啊好甲歹，伊的计效可能差足济。你的好的香草荚，你会当入去5星级饭店，你会当入去比较高档的这个食品通路。你感觉即摆会来找你，要来种这个芳草的，拢有啥物特质？还是讲上好来种的人，爱准备着啥物心态来种？早期来想要种香草荚的人大部分拢是做爱香草的人，伊可能唔知影香草安怎种出来，不过一个共同的特色就是因知影香草要安怎用，知影这个香草的好处伫对，吸引人的所在伫对，所以并个颠倒转来，伊唔知香草要安怎种起来是好的香草。不过，伊知影啥物是好的香草，拢是好比赛来找。对，嘿，刷落来，知影这个，因为我知影老师的消息已经有超过10档以上啊，我就知影讲真侪人来找你，后来找你的人，拢是想要来趁钱的吗？即摆想要趁钱嘛侪啦，最近真侪人想要甲迄个太阳能光电做伙结合，头顶搭迄个光电板，下骹种香草荚嘛，听伊讲中南部有几若100公顷伫申请即种迄个光电，光太阳能板哈，毋过目前的迄个通过无讲介济啦，真正会当通过，因为伊袂晓种嘛，伊要靠头顶发电趁钱，这就甲咱农委会政策无共啦，伊无先会晓种的一个技术，伊就要来起这来种。这是最危险的。香草荚伊的末端市场是最好的，大家拢知影。伊的零售价嘛好，批发价嘛好，价钱拢算袂歹啦。那甲咱其他作物经济型的作物，所以是一个高单价的作物。但是伊要成长起来嘛，足久的对。怀胎9个月，安尼做出来嘛，爱超过半冬的。差不多。所以还超1年半呢。若要一对路种，甲一直要成熟做出来，嘛只要3-4年咯。嘿啊，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你资本无够的，本爱粗。咱即摆农业足侪拢变做迄个资本密集啊。你也无一寡事先的投资，你的品质你就无法度提升。比如讲你爱喷水的湿地，爱搭乌网爱湿地。像头早咱去看的啦。毋免逐场拢做甲遐尼高级啦。主要就是你的环境欠啥，你的环境嘛雨水少，
你就是喷雾喷水啊，补什么？嘿，爱补水。你若通风歹，你可能你的个通风的设计，你就爱做较好咧。哦，啊，你一开始啊设计这个环境啊考虑了好，你管理嘛轻松，种出来种出来香草荚的品质嘛会好。老师既然无想规身躯的本事无去外口趁钱呢，一直咧守伫这个实验室内面哦，来教遮侪人就有影无简单的。咱无迄个创业的实力，唔敢去尝试。所以这个讲到重点嘛，老师你认为你看人咧出这创业吼，尤其咱小等会去看这个三行医吼，因咧做这个种这个兰花吼，你安怎看因咧从事这个行业，跟你做研究的上基本的无共是在哪里？性格，因较爱趁钱啊。因较爱趁钱，你较无爱趁钱啦。所以原在就是根本就是伫遮，你较看钱较看无遐重。钱有够开就好啊啦。啊，一般公务人员的薪水嘛，袂讲介歹，也袂死。啊，有一个兴趣，会当支持咱做一寡有兴趣的物啊。哦，这嘛是。啊，有成就感。嘛有成就感。哦，尤其我感觉这项代志，实在是对台湾来讲吼，真重要。你台湾啊，虽然是这个外来种，但是会当在本土生长了后，吼，结果呢，出国比赛去得冠军、摕金牌啊。原来幕后的总教练伫遮吼，才有咱台湾的光荣吼，就实在咱这个芳草艺，咱来看三合医因这阵展架这几口罩，到底是安怎来种芳草艺？他没有那么很繁重的工作，而且他也没有说，他唯一时间比较紧迫，就是在5月授粉的时候。像我们这边啊，一支一支都是一朵花一朵花慢慢授出来的。一支香草荚那么贵，你只刮下来煮酱，煮完之后丢掉多可惜。我们煮完那个奶茶之后的香草壳，把它洗一洗，烘干磨粉，就可以做饼干。新眼界的朋友，咱头拄仔顶一趴看到是叶朴树，伫遮呢做到一个芳草叶，但是呢，哦，真正咧芳开吼，你敢若等咧实验室内面就偏甲芳广告，但是我甲你讲，你来看遮，哦，真正芳甲你会跳起来，遮就是芳草叶的这个农场内面，这个设施吼，这真正有够先进，但是经过了偌侪努力甲拍拼。已经有7、8档的技术转移了，咱来找专家这口罩来。啊，玉成啊，郑妈妈吼，你好。你好。咱今晚在创啥物？哦，那整理藤蔓啊。哦，整理藤蔓。对对对。整理这个物件，安怎整理？你创一个互咱看。就像它这个藤蔓啊，往上这边长，那我们希望它往这边，那我们就会把它位置稍微调过来一点点。你希望爱伊来遮，对，意思是讲卖去夹最位啊。对对，那尽量让它可以顺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做一个生长啦。哦，较疏开安尼。对对对，那就尽量像我们这边有果荚嘛，那它到明年的2月，咱有影种下松的，你捌看过这芳草叶的？哦，这芳草叶在就安尼。台湾算比较新的一种作物啦，也是近10年来才开始有的。啊，对对。哇，这是芳草叶呢。观众朋友啊，咱这增加松你来看卖去。哦，啊，这个唔通去扣掉安尼。对，它要在藤蔓上面一路待到明年的2月左右才能采收。哦，这久的。对，它就像我们人类的妈妈怀胎一样，它就是要待在藤蔓上9个月到10个月。哇，他们敢若有心啊呢，就要9个月、10个月。对啊，所以它很脆弱，要去照顾啦。那比如说像天气太热也不行，它太冷也不行，它就是要好好的去照顾它。哇，这真高困面呢。哦，这个很高怪呢吼，真高怪哦。很娇贵啊。哦，郑妈妈，你甲咱小解一下吼，这头下骹铺那敢若铺稻草。稻草是它可以保温，也可以保湿，对土壤很好。然后它腐烂之后，它又变成肥料。
哦，啊，这还有超车啊？这超车啊是？哦用超用来固定升就是说它下去之后呢，我们要让它攀爬上来，会比较有个好。旋紧起来，对，因为它的那个藤蔓会把它那个卷起会来，低调。对，会把它缠在上面。哦那它这样，它这个呢也会吸水，比较保湿，所以它对于我们的植物也是比较好。哎，这妈妈，恁用这是家己想出来这个技术，还是讲业博士甲恁教？都有啦，就是我们一有什么问题啊，我们都会找博士讨论。然后有什么什么想法啊，我们也会去询问一下博士，请他给个建议，说这样子做法到底好不好？咱这拢无农药吼，没有，我们都是纯有机的。莫怪我看这个吼，这咱叫做做酱草啊哈，对对，哦对，挑工会老掉安尼。就要花，就偶尔定时要除一下啦，可能1个月就是拔一次草这样。恁少年呢，即马几岁我今年25岁， ？25岁对吼。你是家己自愿回来报道，还是叫爸爸妈妈抓回来？自己回来啦。老实讲哦自己回来啦。哈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家己家己回来啊？对，回来偌久？差不多2年的时间。啊，毋拄啊，这疫情当中，差不多就是这一栋在盖的时候，我就回来一起帮忙盖啦。啊做了有趣味无从零到有嗯，很累啦，但是也算蛮有趣的。哦，算有趣味吼。。对对对。因为咱今仔日来到遮吼，其实吼，咱就知影这个芳草剑吼，其实是真有这个销售的能力吼。嗯，尤其咱兜展价，哦不得了咧，3粒千呢。哦，这对去比赛，恁这国外得金牌转来哦。你妈妈，你甲咱讲者，咱这整个设施吼，受啥物美感？我看起来，咱遮吼，袂讲介热，吼凉快啊，这安怎用呢？其实这个大棚跟以前的蔬菜棚比，因为它高度高，然后我们有遮光板，遮光板呢它又是散热，不会影响到植株的生长。然后我们又有一层那个黑色遮阴网，它就2层隔热。然后你现在看到那个喷雾，它就是降温。然后等一下会有风扇，风扇也是就是让它通风循环通风，让整个温度湿度比较好，控制比较好。恁处理都无安尼咯。对啊，我们就是让它舒服啊。对，毕竟我们就是靠它。哦，我真好款待呢吼。啊，这咱老实讲，这有真歹顾。老实说，我认为是不难顾。恁技术本位的才会讲啊。我看了知影讲，我甲分落开啊，唔通去甲磕着安尼。就是耗时啦，就是一些它没有那么很繁重的工作，而且它也没有说，它唯一时间比较紧迫，就是在5月授粉的时候。啊，开授粉。花授粉，对，啊，授粉是爱人工授粉，还是讲爱用这个芳来甲授粉？人工。我们只能人工一朵一朵授。那像我们这边啊，一枝一枝都是一朵花一朵花慢慢授出来的。哦，啊，唔就摕叶啊安尼。对，就是用针啊，一个一个慢慢弄。不像以前什么菜瓜那些都是用毛笔去沾粉，这不是，这是要用细的针，去把那个花粉挑进去。对。哇，安尼看着安尼担落个担。没有，它是把它勾进去。这妈妈你甲咱讲吼，这芳草剑吼，你当初时咧种的时阵，是完全只是因为叶博士甲恁介绍，还是讲你有特别眼光讲哦，这个经济价值，所以你要来发展，是什么理由？其实那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接触烘焙了，所以我对香草荚有一点点的概念。然后，那时候又想要返乡，就是要离开职场回来务农，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务农的方向。那时候想说啊，种个花花草草，然后先补看卖安尼。对对对，然后我现在觉得说花花草草那没什么市场区隔，大家都在种了，没什么特别。然后刚好就听到农改场在介绍香草荚，它叫香荚兰。所以那时候就听到说有介绍这个东西，哎，那我刚好对它也有一点点的了解，所以我们就去找了叶博士，
再了解一下它的整个种植啊技术的部分，然后就决定就开始把它引进。就是，恁老爸老母吼，是一直以来拢安尼遮理性的。本来想讲要退休要来纳凉吼，他们抱孙，啊是安尼，伊一直拢是安尼。他们就是闲不下来的人啊。哦，对，退休也想讲，我就看有通好经济规模。头拄仔恁老爸，恁老爸讲退休安尼唔对，安尼啊，搁有经济规模，啊，搁有市场的这区隔，哦，还要能够市场区隔，啊，才有通好趁钱。对，他们就把就是第二个事业啦，退休后就可以往自己兴趣发展。恁这规口罩拢经济动物，哦，人一般人干来样种菜啊、创啥安尼吼，啊，搁有目光，你这眼光能看到这吼。你好甲咱介绍一下，种是拢你咧种嘛吼？这边是我在负责。这区你的嘛，你管区嘛吼？你甲咱讲吼，这个芳草剑吼，正式这个行名，我甲你考试。你种到遮吼，上大的这个心得，最大的心得是啥物吼？譬如讲，做歹过，但是你若用心吼，来创这个某一个关键的所在，你譬如讲，头仔你授粉，吼，还是讲啥物时期啊特别注意，你的痛苦的经验。痛苦的经验哦，天气还是要注意啦，因为比如说，虽然我们在温室里面，但如果下雨的话呢，在授粉的时候就会很难授粉成功。休息。对，因为天气太潮湿的话，它那个授粉的粘性不够，所以授粉失败率会比较高一点点。啊，你哪捌这？你本来读啥物？我本来读物理系。哦，啊是蒙甲会捌啊，还是讲爸爸妈妈给你教？有爸爸妈妈有教啦，然后也有去那个农改场上课。对，那比较基础的部分就是农改场那边先学，然后如果是像细节或者是一些突发状况，然后就问我爸我妈这边，然后看他们经验怎么处理这样。他拄妈妈讲起来吼，是因为爱做迄个烘焙啦，吼，做这个饼干啦，吼，啊做食的啦，吼。妈妈当初是开始做这个时，你上望的，你看到是讲，爸爸妈妈讲的是要趁钱，还是讲来摕来结酒，还是来做胖啊做食的？对你来讲，都一个较引诱、较吸引你。对我来说，要讲实话吗？趁钱啊！趁钱吼，我就甲你讲，你规口罩拢经济动物啦。哦，你有影呢吼。哦，安尼咱来看这安怎来发家？因为听讲哦，叶老师、叶博士甲咱讲，其实啊，芳草节吼上重要的种是一个款，但是另外佫一个关键所在，就是安怎甲发家去。哦，啊发家才是恁去得奖的上重要的关键。对，吼，咱来好好来看这个发家式。好，发家式，咱来试看卖，这已经是煮好的这个奶茶。对，哦，这个现煮的香草奶茶。哇，真好，咱们来试看卖。好。啊，头前这是啥物？哦，都是用香草做的。那这是原材料香草荚，就是我们用香草荚下去泡酒。泡酒？对，香草萃取。所以香草萃取，这可以看得到。啊，这都是香草。用什么酒落去泡？这个是用朗姆酒。哦，一个甘蔗酒了哈。对，甘蔗。好，然后这是用 Vodka。Vodka 就是冬麦。好。然后呢，伏特加啦，哈。对，伏特加。啊，这罐。这是高粱。我先品了，其实我已经品过啦。足香。好。这吼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有啉过迄个鸡尾酒吼，你就知影，这叫做 Southern Comfort。叫南方安逸。这味，迄个桃仔味，桃仔味啊，这香气，跟那个美国南方的这 bourbon 安尼。味道很香。好赞。其实我还有用米酒泡过。用米酒泡。对。哇，这酒体我赞，我来试看卖吼。歹势吼，这就是我先啉吼。
你唔通用迄种怨妒的眼神啊！我真正无甲你骗，赞。谢谢。自己煮，自己在家里煮啊，可以调整甜度。那你喜欢甜，喝甜一点的糖就加多一点。哦，什么手摇饮拢袂比这，我这真正赞。浓而且吼，这乌金哦，一粒一粒伫嘴里面呢。对。吼，对，啊，还有饼干哦。对，这就是我用香草，就是香草壳。我们煮完那个奶茶之后的香草壳，把它洗一洗，烘干磨粉，就可以做饼干。哦，还有回收的概念哦。对对对，全国利用。哦，对，因为一支香草荚那么贵，你只刮下来煮酱，煮完之后丢掉多可惜，对不对？人客啊，你真正唔知哦，我跟你讲，这若是进口的，这迄个非洲的马达加斯加来，吼，一千的就有咯。好，来试看卖，这个变化，左手吼，歹势。好。哦，少年你真正有考吼，我也会做。你也来做哦，我也要做啊。会。有卖哦。这就是像看到黑色的，这是香草粉，就是这个壳下去磨的。这乌金的饼干呢，哦，真好食，食就刷嘴的。来，这种你来食看卖，你唔通讲啊，刚我安尼咧好苦啊，来，你食看卖，哇，啊食好爱化虾哦，爱剥落去啦，剥落去爱化虾啦。哦，真的，我这有影赞，歹势吼，我可以来。可以。啊，还有冰淇淋哦。对，还有冰淇淋。这冰淇淋那两啊？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香草荚做的，另外一个是马达加斯加的香草荚。哦，嘿那是盲测哦。咱来试看卖吼，咱来挖看卖，来试看卖。好。所以恁的产品已经真多元啊，其实就真有发展的这个可能性哦。还可以啦，对。哦，我烧声遮久吼，这个恁有安尼，这个安尼有好食无？饼干有好食吼，好食吼，我也写一个啦。哦，我甲你讲，观众朋友，那我要你都要来找因，真的吼，现场你来啉看卖。啊，这我不管吼，我先食落去吼。陈妈妈，你甲咱讲，咱本土的跟马达加斯加的比起来差别在哪里？恁兜的甲伊的，我们家的，摊开较高。当然价格是客户最优先考量的嘛。我们的价格一定是比马达加斯加优惠。再来呢，香气的部分，我们台湾本土的香气呢，都是波本的品种，但是香气会依地方的区域还有环境不一样，温度不一样，会有些许还是会有差异。那我们的香草荚的味道有烤地瓜的味道、葡萄干的味道，还有莓果香，有烟熏的味道。这袂当闹气，还佫可以加一个要求。其实吃起来可能差异没有很明，我不知道。有，我感觉有差别，但是我唔敢讲。这个吼，较亲像咱外口咧食的这个芳草的这个冰淇淋，啊，这个吼较特殊，就是这个，不是哦，这牛奶味较重，啊，这个。我们的甜味比较重，
我是无感觉甜，但是我是有食到迄个一粒一粒的迄个口感。好，我们台湾的，尤其是我们的香草荚的质量比马达加斯加多。我总是钓一项啊。对，我们刮出来，我们的重量是比较重的。哦，搁粗本，搁食有够牙，啊，搁较俗。对。吼，那香气结过盐水的吼。我感觉，但是我感觉这个香桂哦，毋是恁讲了这，我感觉这个香桂是较足。啊，牛奶味是这个较重。吼，咱老实讲，天地良心，这个较好食。感谢。真的，吼，这有影就较好食。哦，咱今日来个张大家吼，真正有食过有掠，这奶茶有真赞，这饼干有较赞。但是上重要的是咱台湾人，你甲看吼，就算讲是外来种，但是来遮其实马达加斯加的地理条件，甲咱台湾的地理条件足相像的。对。哦，足相像的，所以啊，咱嘛有这种思考，别人有的咱嘛会当有，咱嘛会当出国得冠军摕金牌，啊，公赢倒转来。对。对。哦，这个旁超奖。对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台湾的农业本来就是都是很厉害的，那我们现在台湾的香草荚的品质啊，其实都已经达到马达加斯加的那种 level。哦，你拢甲我结论拢讲起啊！观众朋友，台湾新眼界在遮。哦，你来看，这芳草，这芳草叶敢若免钱的呢，啊，这油脂哦拢走出来，来啉一杯真正台湾风土味的芳草泥茶。